讲到这马太安溪这个崩山潭的水一个放落来，这大水呢内面全部拢是烂土，增加着救援的困难度。这搜救人员也个搜救犬，大家就是惊甲真细腻，就是惊讲会掉伫咧这烂土啊内面。根据着这中央大学太空及遥测研究中心公开在后的卫星影像，发现讲这光复村的光复乡一寡砖头，拢去互这土沙砍过去，亲像太平村2/3全部拢是土沙。行入龙桥同埋沟外面街，大量搜救犬踏伫淡谷骨的涂骹敲碎，爱搁闪歪高饲出来家具，一阶一楼土沙规个灌入来，灾区龙桥同埋沟啊，爱搁细日随时出来的同埋沟啊水。慢一点。日来下晡，光复乡成功街176巷的边啊，又搁有一楼情形，水淹甲大人的大腿悬。高雄特殊人员4个人小坎慢慢行，为着搜救失联民众规身躯裹甲焦土爬去咧厝顶，搜救犬嘛伫倒找，按搁惊伊调着，25搜救人员也是甲冒咧，行到安全的所在。救援环境乱怪怪，除了移动困难，爱搁细日，唔通行乱土区沉落。土石泥流，那它会造成所谓的非牛顿流体的现象，就会让人在受困，或是民众受困，或是犬只啊、动物啊，它受困的时候，都会深陷泥沼之中，那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脱困。要参加北防灾救援义消讲，乱怪怪环境除了歹行，爱搁注意涂骹有危险物品，细支沙条较适合使用。咱在行路的当中，因为咱唔知影涂骹底落管埋带啥货啊，所以讲咱若咧用的时阵，咱咧处理的时阵哦。互相团体是介重要。中央大学太空甲遥测研究中心公开的灾后卫星影像，对比毛大安溪崩山湖监测影像，会当明显看出，本来是规大片丢残的光复乡，即马真侪所在拢去互土地沟啊砍去。比较严重的其实是在那个马太安溪的南岸。然后下面那一个应该是光复溪吧，就是介于这两个之间，然后靠近比较东边，应该是光复乡的太平村这一边，算是面积比较大的。灾前灾后影像发现，太平村差不多有2/3的面积互土砍去。学者讲，市区亲像大东村周边的影响嘛袂细，也有学校运动场嘛是砍了了。若是细部量化的数据分析，也需要进一步计算。记者采访报道。